拢是狗仔的缘故。阿华招我去家己踅夜市仔，要找看有啥较奇巧的物件通食无。顺续去百货公司买一封假的目镜膜，按算下较晚转来。我对喙印好，随爬起身去半楼仔换内底衫甲拍铁仔裤。搁行落来的时阵，阿华嘛穿好势，徛伫客厅当咧听候我。伊轻仔喊一声，行来去，甲牌仔撒起来，就当坐沙骹下过河顶。出来到门外，阮有成名号随人做随人的工课。伊爱去做的是甲两只乌狗仔连伫顶仔骹，伫遐陪狗仔讲一寡5、4、3的笑话。若我就先出去甲铁门塞开，翻头上车发动引擎，驶出去铁门外口暂停，落车搁行入来门内，甲电动铁门关好好。这时敲手机甲阿华讲：“关好咯。”阿华随甲狗仔透开，两只像咧走烧肉安尼，哪飞哪撞，一声就拼到铁门的面头前。才大档仔停落来，过差不多2分钟，阿华才豆豆仔用行的，为顶仔骹行到大门，伸手甲铁门塞开一旁仔，拄好摊起身会过地，刷手搁甲铁门塞倒转去。阮两个徛伫铁门外，甲两只狗仔握手讲：“完成式咧。”才上车。稳稳啊驶过巷仔尾的红门土桥的时阵，耳孔还有听到迄两只狗仔伫咧铁门的后壁，一悬一低吠甲嘿嘿叫。母到暗时10点才转来，车都袂驶到电动铁门的头前，车顶探过栏杆，远远就照着2乌1白6蕊青灵灵，敢若几啊火的目睭咧着起着落。因早就从来伫遐等主人家的车停伫门外，阮两个甲铁门塞开一旁仔，拄好身躯闪会过就好。入来了后，就随甲铁门关起来。刷落来，阮两个拢有分配随人的工课。阿华坐伫石椅仔顶，伸手甲母的乌狗颔棍仔箍6条着，若我就压落去掠公的乌狗的身躯。顺迄个细面，甲连去树仔骹绑着，我才滑头行去甲铁门塞好开，对手上车驶入来门内，才搁落车甲铁门关起来。阿华才挖去甲这两只乌狗总透开。会逐工安尼母是这两只笑着甲死无人的乌狗仔，我袂爱互因出去外口甲别只狗仔难阵。嘛毋互外口的狗仔撞入来园仔乱喷一场，毋则会遐晦气咧黏面腹、黏面头。即款拗戏平3顿搁较接，一工搬5、6摆是事常会拄着的代志。驶入来拍羽球的大埕趴车，我刷手甲四底惊狗仔走来旋绕，砸伫轮胎边的房仔括互好势。母一练转头。才温心啊入去客厅歇困。阮厝有3只狗仔，2乌1白，2母1公。公的是乌的，干那伊会骹举起来旋绕。久来才斟酌着6合金的冷枪去一打一打的皮肤，拢是即颗精神啊，逐工照3顿转。就是咸的，年久月深。听候我知影的时阵，早就为外口拗入去内底，连螺丝嘛起一点一点的铁线。为即工起，便若车趴好势，我就穿4底平大的防火帮，甲冷枪炸起来，会旋着帮仔尔，袂捌着冷枪。毋过拄着风较透，甲帮仔吹倒去，阁无随踩转去原位的时阵。狗仔嘛是照旋，真正是做贼做一更，酒贼酒一暝，气甲袂晓阁讲落去。